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其实我早就该死了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原来门大人竟是你的父亲，难怪你有时昏迷的时候会叫门大人的名字，我还以为是你发烧，话说不清楚呢。爸爸一定是不愿意让我想起他，才把白石门改成北落石门。每当我想起过去的事时，爸爸总要消除我的记忆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孤儿，也许我也有爸爸妈妈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卡介苗，每个小孩都会打1针预防结核病。你和我一样，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在明町村的一切都是虚假的。你一定有你自己的父母，他们一定在等你回家。是我们害了他。主公，难道你真的要放弃？我说我不想放弃，有什么用？哀莫大于心死，心死了，也就真的死了。我骨头全碎了。你生而为龙，岂止一招折断爪牙，打裂鳞片，下落断掌，坠入浅滩，龙依然是龙。只要主公不放弃，哪怕前方有着千军万马，哪怕我许褚只剩一只臂膀，也足够撕裂这大地。我跟你说金钱，你跟我说理想；我跟你说理想，你跟我说现实；我跟你说我骨头全碎，你叫我不要心死。那夏灵姑娘呢？跟她什么事？难道主公就不想再见她一面？我当初不想让她卷进来，所以才故意气她，不希望她受到伤害。文泽死了，鬼父三通也差点挂了。我想我还是不要麻烦别人，被我麻烦的人都容易死。夏灵姑娘的守护灵李轩辕与我一样，都是娇弱级别的守护灵，恐怕还不止。李轩辕仙魔同体，表人哥清风是个暖男，里人哥华沙是个疯子，两个人格牵制了他的力量。夏灵这一位极灵人实在太弱了，如果华沙最后占据了主导，恐怕夏灵会变成守护灵的傀儡。那玄亮呢？
他可是你的亲弟弟。我都快死了，还管什么弟弟？搞不好我死了，他还比较安全一点。No。你就别再鸡汤我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骨头全碎了，我觉得好累。当黑暗来临时，突然好想光明；当自己快要死了，突然好不想死，好不甘心把世界让给南渔夫那样恶心的人。即便世界是他那样子的人的，此刻我也好想夺回来。玄良一定会为我报仇，可他又打不过他。突然好想下令那个蠢鸟，他在人间应该过得很开心，让他麻烦一个。主公，不要放弃了。曹彦兵，曹彦兵，你给我起来！曹彦兵，早知道这样，你平时给我发脾气，我让你发就好了。你给我起来！还有一点点脉搏，马上动手。快！
是你吗，蠢妞？曹彦斌啊！疼！你不是机灵人吗？伤口不是复原很快吗？哪那么容易疼啊？这会儿是真的疼好吗？恶来，骨之恶来，典韦。臣典韦拜见主公。武侯，好久不见。怎么会呢？主公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其实你是武神群。武神群？我是武神群？那文泽？并不是文泽走了，我才成为您的守护灵。其实，我一直都是您的守护灵。可为什么？这里有血武侯长袖的味道。原来如此。建安2年，张绣在贾诩的建议下，反叛奇袭曹操，全靠典韦力战，才让曹操逃得一命。我本在您体内沉睡多时。正是这死敌的味道让我苏醒。茉莉花香，果然是死敌的味道。那个蠢妞！什么？你不是被我唤醒的？你以为呢？人家都是王子唤醒沉睡的公主，你呢？拿死敌的长枪往我胸口杵啊！怎么？你还当我是你仇敌啊？麒麟人之所以恢复能力强，全因为体内有守护灵。典韦被我唤醒，增强了我的恢复能力。多亏他心眼小，2000年来还未忘记那夺命之恨。之前你可一直跟我说唤醒他需要爱。找到曹彦斌，我需要你亲手将这柄长枪刺入他的胸口。拜托，就算他死了，你也不会成为主角的。什么主角？这是强心针。这是铁杵吧？还是尖头的？这是灵域的强心针。你的情感会随着这柄长枪传入他的心里。现在只有你能救他。这个叫利用仇恨来唤醒爱。哦，原来你爱我！你骗我！在史书上，张绣是杀死典韦的凶手，而我要唤醒他体内的典韦，就必须利用这夺命之恨。听懂了吗？没有，我就知道你没听懂，所以才换了一个你能听懂的说法。你就是在骗我。没文化。哎，这个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今天晚上大家好好休息，明天早上上山。
将军，此去欲何？去结束这一切。若是一去不回呢？那就一去不回了。莫强为，须顺应天意。无命即天意。什么？曹彦斌在向你示好。你疯了？没睡醒吗？不是我叫的你啊，我先走了。曹彦斌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以前当他穷寇莫追，苟延残喘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出来给我捣乱。但曹彦兵带着索灵石，硬扛下了岛津义弘的一击重击，应该撑不过昨晚。此刻多半已经死了，就算不死，也成为一个废人，对我们并无威胁。哼。我从来没觉得他是我的威胁，只不过因势利导，陪他们玩玩罢了。戴维，你去查北洛师门，举出无上果。好。都一晚上了还疼啊？你为什么恢复这么快？因为老子有2个守护灵。那你为什么不还手？因为我不打女人。怎么，你也不打女人吗？我不打你的女人。哎，误会误会，她不是我的女人，你可以尽管打。取出典韦。给我撵过去！你来了，快交出无上果跟林怀志。无上果，我拿走了。没了无上果，您怕是也活不久了。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你依然活不了。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
要再